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6391个本土病例，有63个人死亡。催暗的禁令敢要解除，爱搁观察。佛光山的创办人新混法师，昨下晡5点完结，信徒拢赶去佛光山，社会各界嘛表示唔甘甲哀悼。台湾的设计师萧清扬甲查囝萧君田摕到美国格莱美最佳唱片包装奖，这嘛是咱台湾第2座。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6391个本土病例，有249个境外病例，63个人死亡。针对催暗放例的部分，指挥官王必胜强调讲，虽然最近病例数已经有降低，也毋过当增加加护病房的使用率阁真悬，所以爱阁观察。来看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昨天新确诊的本土的病例有16391位，好，那比起上一周的礼拜一，好的数目是下降的，大概是26%，哈，那看起来这疫情应该还算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况。全国的专责跟负压的空床率哈，目前是仍低于50%哈，是只有47.6%，而且各区来看的话，目前台北区的空床率是最低的哈，还不到40%。这一周的定序结果哈，是针对上一周的境外入以及本土的这个变异株的部分呢，定序来看仍然是 BA.2.75 哈。自从上周跃居超过一半成为主流病毒之后，这一周的这个定序占比是继续的扩大哦，已经增加到65%哈，上一周是53%。口罩松绑的这个时程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观察。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我们有3个这个考量的点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确诊的数目哦，那确诊的数目看起来已经看起来是有在往好的方向哦，应该在下降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重症加护病房的这个使用率的部分，那这几天看起来这个使用的数字还是很高哈，占床率还是有点拥挤，这个我们还在持续观察。那么另外跟各部会的这个沟通，我们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还会再观察一下哈，再观察一段时间。高雄佛光山的创办人新混法师前一站因为血压上过低，住伫高雄中间病房的加护病房内底，昨的病情又搁恶化，地主佮伊接转去佛光山，昨下晡5点完结。信徒知影消息，真侪人拢赶去佛光山，社会各界嘛拢表示唔甘甲哀悼。信众排队要入场追思，因为佛光山的创办人新混法师伫咧初5过身，直到97岁。全国包括总统府在内，各界人士拢表示哀悼。星云法师呢，实际上是我很尊重的我们佛教界的领袖，而且这个佛光这个国际的佛光会呢实际上做了很多人道救援的工作。他其实对宗教界是蛮有贡献的啦。出名的宗教领袖新混法师过身，互民众感觉真唔甘。有受到佛光山帮助来到台湾就学的外籍学生，嘛表示感谢。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来到这里。新混法师这几天健康的状况无介好，目中风住院真侪届。最近佮因为血压上低，带入去加护病房，甚至喘到无法度食物件。初5病情搁再恶化，所以由地主带离开高雄中间病院，转去佛光山。在我们众弟子的念佛声中安详的市集，那么我们非常感念我们的师父上人这么样子疼爱我们，也疼爱所有的众生。佛光山为今仔日开始，所有对外活动拢暂停，干那开放逐日早起9点到下晡5点，互民众来追思。佛光山嘛表示，一切丧仪会简单办理，按算13早起9点会为新混法师来举办赞赏典礼。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法师的一生，唔但创办佛光山，嘛办媒体，伫全球各地办学校，成立国际佛光会，有几啊百万的会员。伊虽然是宗教领袖，嘛会谈论政治，所以有人讲伊是政治回乡，也毋过伊是强调讲伊无哪里的分别，各政党的政治人物嘛拢会去甲伊请教。法师食老了后，有躺着病顶病痛，伊早就讲过讲伊毋惊死亡，嘛伫85岁时就写好遗书。伊嘛发愿讲后世人要个诚做回乡，要倡导这个世界的和平呢，
人民的眼了，消除这个种族的隔阂，消除这个国家的界限。向信众开始宣扬宗教伦理这概念。佛光山开山总长星云法师这么多年来继续念经写作，弘扬佛法。我要立功、立德、立言，所以因此就办神奇教育，就创立佛光山。星云法师1917年在中国江苏出世，12岁在南京剃度出家。1949年来台湾，1969年创立佛光山。星云法师当年访问全球弘法，信众超过100万，也捌甲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进行对会，也甲已经过身的初期主教但国锡是好朋友。不过，除了宗教领袖的身份，星云法师也是国民党员，佫真侪摆对时事发言。将来无避谈政治，比如讲2016年总统大选。你是郭世英，他是妈祖婆，妈祖婆是观音的弟子。对洪秀条甲蔡英文的这话，要引起讨论。星云法师佫被叫做是政治回响，不过也强调家己无分压力。真侪政党的大人物伫选举进程拢会清晰，有一定的影响力。2014年也捌甲连战到中国甲习近平见面。不过，晚年星云法师亲受疾病所苦，常常进出病院。伊佫讲家己毋惊死亡，佫提早立好遗书。一代宗教家伫元宵节过身，享其寿97岁，也互各界真怀念甲哀悼。能可以佛光普照三清节，感谢大众，感谢因缘。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这几档世界各国的议员直接来台湾访问。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接见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的访问团。访问团是正关心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嘛表达坚定支持台湾的立场。最近各国议员一直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初日接见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访问团。瑞士联邦国会友台小组目前有54位成员，是瑞士国会当中重要支持台湾的力量，也伫国会当中提出加强甲台湾关系等友台法案。这摆来访问也关心台海安全议题。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the existing differences and tens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 are resolved peacefully and through dialogue. Anything less would be unacceptable. 台湾会处在民主防线的最前线，我们会坚定地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威权主义的持续的扩张，我们也呼吁民主阵线的朋友持续深化伙伴关系，一起来确保我们的生活方式。国际支持台湾的立头一直增强，伫 WHO 执委会顶悬。自台湾友邦了后，美日两国伫初时也分别发言支持台湾所引来中国的抗议。美籍官员马上严肃反驳，不应该排除台湾。We urge WHO to be fully inclusive of all partners, including Taiwan, and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as observers to the WHA and in the work of WHO, affirming the slogan of health for all. 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进前伫华府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希望日本伫峰会顶悬就维护台海甲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讨论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时事通讯社也俄罗萧美琴用战略外交对抗中国的战狼外交，巧妙赢得华盛顿高官甲议员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健保署长今仔交接前卫福部的处长赵聪良接任。卫福部长许瑞元是表示讲，赵聪良捌做过治安长，嘛长期督导健保等业务，应该是真熟手。外界嘛正关心讲，因为疫情先暂停实施的健保部分负担的新制度，什么时阵会实施？许瑞元是强调讲，该看失业率，通会碰重等数字，目前是无时间表。交接应信。伫卫福部长许瑞元感告之下，新任健保署长由前卫福部处长赵宗良接任。因为去年底健保署才爆发技术告知外泄争议，对此许瑞元表示，赵宗良以前就是治安长，担任处长期间也督导健保中相关业务，相信伊接任了后一定会做好治安防备。石市长之前就是卫福部的治安长。那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他一定会好好来处理，那把这个事情，那过去发生的
这些事件的话，那有一些改进的措施会把它做好。另外，为了抢救健保债务，卫福部去年4月捌公告，会起民众自付的部分负担。新制原定去年5月15上路，不过因为本土疫情爆发，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出面临时法庭，即马健保署长换人，和部分的负担新制，什么时阵会上路，各受到关注。我们期许新任的时署长能够对于调整部分负担，它的合理性、它的正当性，还有利弊得失，能够再好好的去做分析。我们会考量到整个疫情的发展，还有经济复苏的情形，也考量到人民的负担和相关的配套的措施都准备完整，那跟大家沟通，那么达到共识之后，那么再来推动。司事员强调，健保部分负担新制也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也会甲行政院请示，各甲其他部会沟通，保证无时间表。另外，健保费率今年确定是未起，不过未来敢会调整，会按照公式去计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股市，顶礼拜5初三收乌，嘛影响到咱台湾股市。今仔日开盘就落，收盘是落209点，收伫15392点哦。毋那股市大落，新台币换美金，今仔是以29.95块开盘，最后是收伫29.968换1美金哦。台票嘛继续落。投资人烦恼货币政策前景，互顶礼拜5美国四大指数收盘转落，也连带影响台北股市早盘共步拢落。以15514点开出了后，麦落超过170点，指数失守15500点的关卡。富国新山台积电早盘61块，6个幅度2%，股价到531块。联电、长荣、阳明等个股开盘也落，暗过红海市逆势起来。原本今年以来外资之所以大买台股，尤其像台积联电这一些股票，其实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美元走弱，台币走强，热钱流入嘛。那现在来看的话，热钱可能暂时熄火的情况之下，台积联电就变成这个被调节的一个对象。所以今天呢，这个半导体的股价走势确实是相对比较弱。回顾去年，台股受美国升利息、美国大陆这利空因素冲击，全年6个幅度有12.4%。伫亚股当中表现排名倒头算第3名，敢若赢南韩甲越南。不过今年台股出现落济反弹行情，甲顶礼拜5为止，已经起的幅度是10.36%，正做亚股第2展开大反攻，洗去去年表现无好的阴霾。外资到即马已经连14买，金额高达2503亿。不过分析师认为，指数今年以来已经起1500点，第三若要个转强，第一要看美股，过来是看美金的指数。股汇最大新台币换美金汇率今仔日是19.95开盘，贬值5分，盘中上价贬值6.3分到19.963块。今天这样小贬的幅度，其实目前来讲算是小菜一碟啦。在未来来讲的话，维持在30块以上的几率也比较大。那配合着美元的走势相对强势的预期之下，我认为说在走势上面呢，新台币会是相对弱势为主。外汇分析师认为，美国联准会主席放话了，这礼拜3的讲话，虽然不一定会讲明增加升利息的幅度或者是次数，不过若讲到未来升利息维持同款，就应对美金有相当程度的支持。新台币顶半年可能维持伫30块区间，的几率是相对较悬。记者综合报道。炒房的现象最近亲像是有较长和，民营的银行为着风险的控管对中小型建商的贷款条件较严格，或者建商真歹借到钱，无法度转息。专家是讲一寡本来无受到限制贷款的旧厝登记的建案，冇受到影响。不动产开发公会是呼吁政府应该要放任不动产的信用管制。标准贷款条例过关，希望阻挡易受厝房乌白绑架乱象。一般民众听落是会认同，不过小规模的建商因的寒冬才打开始，因为即马用资额度严重缩限，等于是断资金的来源。加上中央银行调悬存款准备金的比率，到时钱若装不出来，贷款敢会拿不出来，或者是建商怎安尼倒去？不动产开发公会专联会话是讲了较保留。实际上，他们现在被中央银行这个资金锁住，那政府又这样压的话，变成上半年跟今年的话，成交量会下滑。
那这些小建商会辛苦，等于是说，我们不敢全部会倒，但是有的起码会停顿。不动产开发工会专题会认为讲，政府大出手压炒房，中小型的建商已经强要经袂落去啊。呼吁政府放宽不动产信用管制，渐渐实施边境贷款条例。房产专家指出，就连无包括伫咧限贷令内底旧厝的重建案，即嘛无端受牵连。银行根本就是已经杀红眼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全部一视同仁。不管是不是老屋重建案，还是一般的建案、一般开发自立自建的建案，全部一律紧缩银根。所以老屋重建案可以说是躺着也中枪。因为央行在做选择性信用贷款的时候，虽然只限制了建商的土建融，没有限制老屋重建或者是都更等等相关的贷款，但是很多的银行会采取自主限贷的方式，它会影响到中小型建商的周转。房市景气歹，中小型建商是无法度甲大型来比，财务调度更较有压力，生存的空间愈来愈困难。即嘛传出金管会等等的相关部会，最近会针对土地用资放贷趴数，敢会伤过严格等等新的规定，规个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礼拜东部跟北部拢是落雨真湿的天气哦。中南部的天气嘛无介好，中央气象局是表示讲，基隆北海岸有可能会落大雨。这礼拜的天气会有两波的变化，明仔载北部跟有东半部会继续落雨，拜三开始天气会较稳定，也毋过拜五又搁有锋面通过，北部会搁开始落雨。锋面通过，天色乌阴，搁淡湿。气象局针对基隆北海岸发布大雨特报，预计拜四进前，中部以北甲东部地区拢是这款的天气。那明后2天的话，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因此的话，北部、东北部天气还是维持比较凉的状况。到周四的时候，整个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逐渐回升一些。而紧接着在周5、周6的话，又有一波东北风下来。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仍然有些降雨的情况，中南部地区维持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这礼拜天气2天一变化，西部局部地区甚至大霧。气象局表示，这是因为东北春初季节变化，又搁受到中国华南落雨大的影响，所以天气真无稳定。预计后礼拜搁会变寒。另外，东北季风落南，南台湾的空气品质无啥好。那个高屏地区是在下风处哦，又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所以他们这2天的那个空气品质都是橘色的提醒。那北部这里因为今天跟昨天有下雨，所以空气品质是良好的。环保署提醒，感冒色的灯号对体质敏感、气管无好的人有影响。除了出门做好防范，相比药物嘛爱全都好。记者麦雄营林玉凯台北报道。豪泰爱润租车平台则传出讲有14万笔个资外流，有立委嘛指控讲，另外一间租车业者吉祥消费者的个资嘛可能有外流。也毋过吉祥租车是表示讲，因检查了后目前并无异常，会继续来强化改善客户的治安保护。公路总局嘛强调讲会主动来调查，立委是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成立独立的专职机关来管理。顶礼拜才传出租车业者豪泰 iRent 外涉14万笔的告资事件，时代力量协会阁标出另外一间业者继祥租车也治安外涉的记录。针对连续2间租车业者发生治安问题，公路总局强调会积极主动办理业者清查。另外 iRent 的行政处分会在收到复杂报告了后3天内报请交通部处分。要去针对这个类似的一个业者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主动去清查相关的一个清查作业，在办理的时候，我们会邀请相关的一个治安顾问来协助。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指定的专责机关，那也没有给予专业的能力，事前就给予明确的个资保护的指引，事后呢给予明确的处理原则，到底要怎么处理，要讲清楚。最近告资外泄事件真多，为后勤资料健保告资到租车业者用户。民进党立委表示，公司部门告资外泄，不止注重诈骗治安漏洞，也可能加做国安危机。我们的个资保障、个资的外泄非常的泛滥，这形成了重要的诈骗的源头。涉及到行政院整体组织的改造，这个还是需要行政院来召集相关的部会比如说成立专案小组或相关会议来进行后续的研议啦。各发会讲，告资独立专职机关目前在进行规划，已经有参考其他的国家，会赶紧落实各机关告资安全办法，也会建议提升对非公务机关的监管量能。
另外 ，Iran 事件就依照同步机制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第二中南部最近有小影，嘛引起几百届的树林大火，火阁继续的炭，已经造成至少有24个人死亡，有将近1000人受伤，嘛烧掉800栋的厝落。管桥的直升机飞过野火炭烧的地区顶悬，树林之间已清楚看到火线。这里中南部一栋引起森林大火，已经造成重大死伤，当中有消防人员，甲顶礼拜落地去的一只直升机2名机组人员。另外有800栋的厝烧害去。首都圣地亚哥南边差不多500公里的地区，在强风甲气温超过40度的助长之下，有数百场大火烧掉差不多27万公顷的土地。Y nos decía el vecino, métanse a la piscina hasta el cuello nomás, nos decía él. 农产化为乌有，农村居民一暝之间失去所有物件。在比欧庇护区圣福安娜这动物照护中心，这一天就收治70只小动物，这只猫啊，脚掌和会受伤。Lo miré, tenía sus patitas todas deformadas, su carita quemada. Y le dije si me lo podía traer, me dijo que sí, porque él no podía cuidarlo, en realidad no le podía dar los cuidados y el gatito se iba a morir. 目前有10人涉嫌放火被抓，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甲墨西哥等国已经提供援助。纽布莱比欧列为灾难紧急状态地区，总统博瑞克阁宣布灾难状态扩大到阿拉考尼亚地区。这个早起气温降低，派遣去拍火5300名消防人员，应得到暂时休困的机会。不过当局警告，这次气温可能阁升高到40度。官员表示，气候变迁和智利加州上可能发生火灾国家之一。公司新闻恩惠玲编译。来看巴基斯坦前总统穆夏拉夫破病过身，食到79岁，伊伫1999年以无老回政变摕到政权，统治巴基斯坦将近10年。美国911事件了后，伊是美国对抗戴达组织上重要的盟友。也毋过，伊执政的时嘛镇压反对伊的人士。伊捌讲过，宪法只是一张会当弹掉的纸，互外界印象真深。巴基斯坦媒体随国报道，事情上将79岁穆夏拉夫以流亡身份住伫杜拜，破病食久了过身。巴国的军方媒体发声明讲，军事首长对将军不幸过身表达哀悼。一般美国戒毒组织也有其他激进伊斯兰分子至少3遍的暗杀。美国911事件了，伊是华府上重要的盟友。To b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fight terrorism in all its forms.Wherever it exists. 以前美军自巴基斯坦境内秘密基地操作无人机，造成几多千人死亡，也下令军队进入甲阿富汗小姐无受法律控制部落地区，是巴国第一遍。不过也互巴基斯坦建立一场对抗本土极端主义武装分子的血腥战争。伫2006年一本会议录内面伊讲，若是当时无甲美国革命，巴基斯坦将会被早转去到石器时代。伊也成功游说迄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希对巴国提供资金。不过军队强大情报单位伊玩甲塔利班一个戒毒组织交结，一个支持叛乱分子伫阿富汗对抗美军。穆夏拉夫伫1999年无老会政变夺权。执政的时阵，国家经济快速成长，甲自由价值观引入保守的伊斯兰社会，推动保障妇女权益的立法。新闻频道民营也是第一遍，以驾驭雪茄甲威士忌，希望穆斯林采取开明节制生活方式。世界银行讲，伊执政期间，外国投资正旺，巴国的年经济增长率7.5%，是30年来上悬。पाकिस्तान में रोजगार था, गरीब अवाम जो है वो बरसरे रोजगार थी और जरूरी अशिया जो है。英国伫咧伊执政的尾期是愈来愈专制。2007年下令攻击伊斯兰马巴德一座清真寺，造成100多位要求实施伊斯兰律法的学生死亡，也造成出新的激进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造成的动荡到即马拢也未停来。当年穆夏拉夫伫咧争议中连任，宣誓就职了实施紧急状态，寻求继续执政。伊捌讲，宪法只是一张会当弹掉的纸，伫大规模的抗议、国会弹劾的压力之下才实质。要想要伫咧政大国东山再起无成功，2016年核准出国就医，将主角流亡伫咧杜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世界三大嘉年华之一的威尼斯嘉年华测试开始，因为今年是疫情发生以后第2档恢复举办，是热闹滚滚，已经又搁亲像疫情正静的气氛咯。民众是正精心打扮，规工拢热闹滚滚。Thank you。
民众挂面孔，穿古装或者是特殊造型的穿插。意大利最多威尼斯好亲像行一笔时光梦空等下中世纪，无论大街小巷或者是翻过运河桥，拢打扮车花、地精地面孔的民众。世界三大嘉年华之一的威尼斯嘉年华，初时正式展开，来参加游客拢真欢喜，总算挡过3年来新冠疫情。Mi è sempre piaciuto tantissimo il Carnevale di Venezia. Vengo ogni anno e da un po' di anni a questa parte ho scelto di vestirmi con questi costumi del 1700. La verdad que soy muy feliz de estar aquí en Venecia porque sé que es una fiesta muy grande y además que es para conocer un poco también la cultura italiana. 威尼斯嘉年华佫叫做面壳节，起源伫1162年，为庆祝打败附近城邦的战役胜利举行的纪念庆典。因为贵族无想要表出家己的身份，所以挂面壳。后来加做威尼斯嘉年华传统，甲即嘛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E attraversando Venezia con la più bella strada del mondo che è il Canal Grande, siamo approdati qua a Rialto dove più di 1600 anni fa è nato tutto e abbiamo dichiarato aperto il Carnevale 2023 con la Pantegana, la vera regina popolare del Carnevale veneziano. 2020年因为疫情爆发，威尼斯嘉年华提前2天结束，2021年就安尼取消，一直到去年才开放。今年嘉年华重回疫情进程的盛况，为初时举行到11，预计会有上千万的各国游客到店欢庆佳节。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因为落雨，新北市金山阳金公路4公里的所在昨暗崩山，土石嘛地派自来水公司林庄净水厂3座10公尺悬、5公尺宽的欠水槽，水一直流出去，造成双向的道路暂时封路了。相关的单位佮抢修，按算讲伫下晡6点就会当来开放通车。阳金公路4公里的所在，初五暗时9点外发生水崩山的意外。伫车路边的自来水公司林庄净水厂是头一个受到影响，其中3个10公尺悬、5公尺宽的欠水槽，直接去土石流冲歹去，地处水规个流出去，嘛影响附近徛过用水。蓄水池基本上被破坏掉，那也影响到了在金山地区有268户的相关的一些用水哈。那同时自来水公司现在也在研议布设4个供水点哈。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情形，让住户的影响降到最低。今天早上持续会做办理抢通啦，因为那可能最快的状况会到下午6点的时候完全恢复正常的通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是限定的一个将状况做一个叫做管制通行的状况。大型的机具持续管理修理，但风汉嘛进一步表示，目前已经引导附近的居民行替代道路，按算爱加驶半点钟的路，加在现场车是无济。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东部干线过年过节车票拢真歹抢，所以伫苏花改通车了后，交通部对2020年开始就开放台北往来花莲的客运营运，也毋过拄着疫情，生意是无介好。业者讲因真歹经营，望讲交通部会当斗3工。伫花莲转运站的大厅，现场等车要上北的民众并无多，车顶嘛是空空。平常时乘客差不多拢无到10个，甚至往回台北花莲，实在是绕空抓。有时候最多也坐5个、6个这样，最惨的就是一台空车上去啊，就我一个人这样开车上去。那这样的机会多吗？经常都会。平日都是个位数左右，大概5位到3、4位左右。那假日呢会增加到10位旅客。北华客运从2020年开始营运了后，嘛有首都客运、统联、甲柑仔兰等等的客运投入，原本一天敢若有46班车，不过伫疫情了后，即嘛一天敢若剩6班车。再加上苏花公路放弃工程管制，民众坐车的意愿是更较少。可能也和苏花安完工遥遥无期哦，可能有点关系。我们也寄望未来苏花安完工之后，整个行车时间能够减少半个小时以上哦，看能不能够再吸引民众。公路总局表示，北华客运当初是为着小偷代替东部干线火车票恶买问题，用客运的模式回乡或者是旅游，不过营运无像按算遐好。另外，因嘛拢一直有辅导业者减班，不过补贴运输成本恐惊是无下规定。业者这边他也是有诉求一些说，是不是可以给予一些实质的营运成本的一个补贴的部分啊？且依据道
大众运输事业补贴办法的规定这个部分可能是要以经营那个偏远离岛啦，或者是特殊性服务的路线的部分才能给予补贴。公路总局强调讲，目前嘛有提供一个协助，亲像票廉价、车票有优惠、甲租车的优惠等等，希望当增加北华线的运量。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提供爱台中免费网络的服务已经10天了，民众伫公家机关、风景区、甲超商拢会当使用公家的网络。也毋过可能大部分的民众毋知影有这款的服务，所以有一寡网络的热点，一个月使用无到30届哦。台中市的审计处就点名讲，这应该爱改善。点开手机的 WiFi， 选爱台中免费就网，可以当抄找到各项资料。台中市对2013年开始提供爱台中免费就网服务，到2022年年底为止，拢总有报识1190个就网热点。但是大部分的民众都无清楚，或者是家己有用行动网络，根本就无需要这项功能。不会耶，因为我自己的网络就是吃到饱的，所以没有这个需求。不知道完全没有听过。对，因为我比较少用网络，因为现在手机都有吃到饱吧。对啊，都用手机就好了。台中市所报识的就网热点数量，前3名是西屯、北屯、甲北区，尾3名是石冈、大埔、甲大安。当年经费大约是按900多万，范围包括公家机关、公园景点、4大超商、甲大埔等等的公共空间。不过，根据台中市审计处的调查，其中部分的就网热点，甚至是连续4个月拢无到30人次的使用，需要改善。经场是个别行政区民众洽公场所。考量公务洽公场所需依中央规定提供免费无线网络服务的需求外，市府数位局已订定热点推场机制，并参考各界意见，滚动式调整爱台中热点布建地点。所谓管理局表示，已经定出就网热点的退场机制，若是附近已经有中央机关报识的就网服务，譬如讲像高铁站、火车站等等，对调整报识，后续会随时再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的8月份，有游客到宜兰南澳的粉鸟拿保护区耍牌啊，和当地巡守队员开船赶人，认为讲因破坏保护区，佮要甲因送去海巡署，因为太过是正硬，民众不满嘛告去法院。迄当时的船长甲船员2人互以强制未遂罪判拘役15天，因为船员佮有骂游客嘛以防犯着公开侮辱，佮罚6000块。伫粉鸟拿耍徛船牌，向有船仔划来，双方对徛相抢，爆发冲突。你头拄驶船啊，共弄我会使甲你告啦。我弄啥？我弄。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完袂煞。这个事件发生伫咧去年8月份，有8个耍徛船牌游客去保育区耍水，去互东澳巡守队员驱离，叫因爱去海巡署。伫咧冤家过程当中，有耍徛船牌游客跌入海里，现场甚至还阁听到船顶的人是臭干辣椒碰碰叫。报警了！谁有电话赶快报警，快点！这几个耍徛船牌游客联手提告，涉案的船长甲船员去由检方提起公诉，2个人妨以强制未遂罪判拘役15天定刑。胜利的船员还阁涉及公然侮辱，另外改罚6000块。我只是说，来，这个不能进去，你们知道，我们到海巡署那边讲过清楚一下。我嘛不安嘛。你告诉你们这条对是他是自己跳下海的，不是我们去撞他的。我们是维护这个保育区嘛。涉案的船长大声喊不公，伊认为讲协助维护海洋生态，尾后煞是去互定罪。不过合议中认为讲，虽然因的动机是要保护生态，不过巡守队并无公权力。因会当查证因的身份，或者是强制因去海巡署。不过因用强迫、威胁的方式私底下执行，已经下过因的权责。而且，佫进一步讲，当地保育区敢若是禁止掠鱼啊，并无限制水顶休闲活动。动机的话，不是说那么样的恶劣它也是急切的想要维护、保护我们这个海洋的生态。只不过它的手段是太激烈了一点，而且也不合法。考量到这些因素的话，就比较从轻处理啦。知影判决的结果，耍徛船牌游客是透过书面回应讲，证据也是徛会知的。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真久无雨水哦，水库已经用要无水了。今仔因为有方面通过水利署、南水局甲农水署，今仔早起做伙做人工湖。伫高雄的甲山、旗山甲曾文水库3个所在，同时来进行人工净湖。
今日白河莲花龙的水产下面一部分，等你甲水抽干，要来拍青池，为了栽种荷花来做准备。另外一方面是种芳水的莲花，但是现在拄到搁较侪问题，是山内无水。若是要种，就必须要买水或者是土地下水，但是电费嘛会对咧提悬。莲花龙是相当的头疼。找水的话，要从井或是跟人家买水，花费的一个电费啊，还有人力啊，都是造成我们一个成本的一个负担。3-4分地的范围，就是一年度的话，我们可能得到16000。白河莲子是台南特有的农特产品，逐当的旧历年前就开始来栽种。6月上旬到7月中旬是盛产期，产季的时阵，白河区公所今年结合地方团体举办盛大的行销活动。不过今年遇到欠水的问题，台南去年12月水情订号已经是当正黄灯，配合政府的节水政策，嘉南管区莲花田只有是全面收紧。白河区公所估算今年莲花田大约150公顷左右。但是这几年也因为那个老年人口提高哈，那农民老化，那真的也种植面积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今年又有一个那个大渠轮灌，那因为水的部分所以可能也会减少那个种植的一个面积像比较在2年前那个大渠轮灌。大概就是今年应该也是会落在大概150公顷。2021年莲花田的面积有170公顷，今年欠水估计降到150公顷。一方面通过水利署、南水局、甲农水署嘛，伫咧6号透早7点外，联合扩大人工净化的施作范围，东部于高雄、嘉义、南河县、旗山地区以及闸门水库3地进行人工净化的作业，盼望会当为高雄甲台南争取更较侪水资源，度过这次欠水的困境。记者郑云淡报道。以前放零咯，最近去爬嘉明湖的民众是愈来愈多，也毋过嘛发现讲，真侪人乌白蛋本色，有人伫水塔签名是真无公德心哦。因为嘉明湖更毋是保护区，所以目前是无法度适用森林法来处罚。也毋过签名甲蛋本色这款行为，是会当用废弃物清理法来处罚。登山协作员最近伫南环山区的界部树路径溪沟发现4个拢是粪扫，往嘉明湖的路，佮看到佮较侪粪扫，协作员一个人就伫这小野区清出一大包的粪扫。往嘉明湖一栋山后水塔，也互人发现乌白画佮签名，山友的行为真是真害。林管处表示，严格为周边路径顶悬的红外线点名机对查43人片的粪扫，佮转交互环保局来处罚。有被发现你在山区乱丢垃圾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移送到环保局。但当林管处统计，去年疫情慢慢登湖登记交费大数向阳嘉明湖山湖甲野地人数到33000多人，登记来回有2300多人，近1月登记来回人数更增加到10000多人。不过，行其他无伫管制路径山友人数可能更较侪，因的行为就真歹约束。不过有部分山区伫国家公园的范围内，亲像安尼伫告示牌刻字，若找到人，以国家公园法刑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1000块以下罚金。不过这后员工作也是协作员来清理，这些都是我们协作很辛苦背上来的，希望你们能够爱惜公共设施。但当林管处表示，目前森林法只针对森林、游乐区甲自然保护区有相关的破坏法则，其他区域法则虽然要伫修法，也是呼吁山友遵守无痕山林的守则，提早本扫保护自然景观甲公共设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流行音乐重要的大奖格莱美奖，今仔颁奖哦。台湾的设计师萧清扬甲伊的查囝萧君腾，以淡蓝古道3部曲唱片的包装设计，摕到最佳唱片包装奖。谢谢我的妈妈，希望她身体赶快康复。谢谢我爸爸，谢谢我的老婆，昨天陪我熬夜，今天我们要好好一起睡。谢谢我的祖先，谢谢淡蓝古道上面的所有人。He is my dad, and we finally made it. Thank you, Grammy. I love you all. 这是萧清扬18当来第7届入围格莱美奖，这届甲查囝做伙合作的作品，总算是摕到奖咯。伫去年，台湾的设计师李正涵甲伊维嘛摕到最佳唱片包装奖，所以这是台湾头一座格莱美。今年又搁摕到第2座，台湾的软实力是真受到国际的肯定。咱再来看昨下元宵，台南咸水
蜂仔炮哦，的主炮声是放200万支炮，现场人是叉，也毋过嘛，至少造成有12个人互炮仔弹着伤。空炮四过声，哪早哪往民众心情也哪来人欢喜。因着新桥绕境乱山，万炮同齐发，脱离了前3年来王影今年咸水风炮活动全面解封，现场组织大约20万人体验雷风炮的刺激感。咸水国中主炮声现场200万支的风炮拢射出来，活动的重头戏搭配高空烟火甲瀑布烟火同齐发，非常的水。我们4座主炮城每一座大概将近200万发，所以这个光是4座主炮城打完风炮就已经天昏地暗了。但是其实大家就是过年讨个吉利嘛，讨个热闹。想要体验雷风炮的刺激感，民众一定爱戴有护目镜的全打式安全帽。毋过为棉质担巾仔，佮穿长腕高的棉质衫裤，唔通穿有用的也是塑胶护衣，才会当确保安全。到初5暗9点，至少有70人互风炮炸伤。对，那炮真的太凶猛了，比一般的炮还凶猛。有位桃园来的民众头皮风炸伤，有63岁少年互风炮射入目睭。一名伤势较严重的查甫人，技术心情歹，只穿一般的衫仔就冲去风炮顶，造成规身躯2度烧伤。也有市议员的安全帽的卡把无看好，就互乱撞的风炮炸伤。风炮点起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然后没有把盖子盖起来。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啦，只有弹到额头上面，之后再往下一点，就非常严重。虽然当年拢传出一寡意外，也毋过一年一度的在地盛事，热闹滚滚，真侪游客以为是真兴趣，小少每年过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放10天哦，所以就爱补班补课来行。有教育团体是认为讲，学生爱补课，一礼拜就爱连续上6天，学习的效果是真歹。所以呼吁政府唔通定定为着要放年假，就来调整休假。看册吸收知识，真侪家长趁台北国际册展的最后一天，带囝来看册买册，现场人是热腾腾，因为拄过完10天的春节年假。毋过爱面对补班补课，因为未来228清明节这年假，学生爱连上6堂课，也引起学生是不是连续6天学习的效果无好的讨论。也比较好安排活动，那1天补课，我相信不会对小孩造成太大负担。可以比较有完整的假期，就会觉得这个挪动跟牺牲是可以接受的。作业会累积在一起，然后到礼拜天的作业量就变比较大，然后礼拜1要上课，会觉得有点蛮累的。有教育团体认为，学生连上6堂课，第6天补课日精神就无好，尤其有的学生因为拜6补课，拜2爱搁加补习班补课，实在真辛苦。补课的效果其实是不太好的，因为大部分补课的上课的时候都是上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课程，大家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原来补习班的课礼拜6挪到礼拜天来补课，那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学生，就是说他连续12天都在上课这样。全教产建议未来过年固定放7天就好，那国历新年、清明节、五一节、中秋节调整假期就好，其他节日建行则搁放假。因事总处强调，年假应进行旅游，对疏解压力有帮助，会收集各方的意见做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社区嘛正重视时代的关怀照顾。咱来看屏东的高树乡，前一站有一个查某人组成的国乐团，甲因升级世界表演的收入买一台新车，关乎社区关怀中心，望讲会当协助社区送餐的服务，实在是真甘心哦。大咱弄出响亮的鼓声，这是屏东县高树乡的女性所组成的姊妹打击乐团，成立到今已经25年。因将世界表演得到的收入，拢欠来做公益基金。一届搁再捐一台送餐的长照服务车，送予当地关怀中心。在88水灾的时候捐了第一台给那个我们高速的消防队做他们的救护车，有感于我们陈院长他的爱心，他的辛苦，所以我们捐赠给他，让他也去发挥一个爱心的功德。高树乡的善导主院长期以来拢协助偏乡的弱势家庭，提供囡仔的辅导教育，甲关怀社区的老大人。姊妹打击乐团即届就捐一台新车。互善导主院去甲行动不便的老大人送饭菜，会当愈方便，减轻照护的负担。
高速有很多老人家没有出现在关怀据点，我就很担心，所以我们都有去做现场访视。吃的部分是非常困难，尤其是生病的老人。那我是希望说，借由这部送餐车开始去巡回、去访视老人。如果急需要就医，这部车也可以送他去医院。即马有这台新的休旅车，除了上基本的到厝关怀甲送饭菜，老大人若有就医的需求，嘛有通好载因去病院。先导主院的院长陈文静表示感谢，伊嘛发心要来继续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上西边的伊那国岛离咱高苏俄的乌石片只有108公里哦，唔免蒙眼镜就看会到。最近因为地方的争取，公路总局嘛按算讲，要伫台九丁线的路边设一个当看到日本伊那国岛的亭仔，可以当来建造一个新的风景区。这苏澳旧苏花公路，若天气好，就有机会看到日本的乌那国岛。有民众翕相片放在网络，引起回响。立法院长游锡堃也带日本国会议员到这看日本的国土。一开始我们为什么安文碑选在这里，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优势的哈，有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也比较宽广，然后往南端看就看得到所谓那个东澳湾，往前看就直接那个只要天气够好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云那波岛。伫地方政府之下，公路总局按算伫台九丁线路边，按分比甲乌岩甲北边空地啊，打造看日本乌那国岛的空间，佮配合景观改善设施，佮进行苏花路人地质地形甲太平洋边周边岛屿的环境教育水平，会达至太平国家景观道路计划内底进行今年底完工。希望在安魂牌这个平台的后方适当的位置。由林务局的这个保安林地里面去寻觅适当的一个点，来设置另外一个至高的这个平台。不过地方政府要看清楚乌那国岛爱搁较悬的所在，望望公部门找搁较悬的地点设景观平台，安排吊架设备。公路总局讲，这是属于林务局会管，但盘点出空地了后，相关单位会协助处理，希望打造全新的观光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领养猫仔狗的民众减少，高雄市政府就推出讲，会当斗相共甲领养的动物送到厝的服务。有国金园要领养动保处，嘛甲保护动物协会合作来斗相共训练，或者流浪狗仔知影讲安怎来保护农地，咱嘛做伙来看卖。一声命令，流浪狗辛巴乖乖坐落来，工作人员提出肉干奖励。辛巴甲伊的18只同伴，经过约半年的稳定甲互相训练了后，会放送去高雄桃园的一个公园开始新生活。优点跟他们的梳子，可以让家园主人就是在梳的过程中，他们也可以跟他们培养感情。物主箱内底准备好杜萨姆，预防心时通着药品。高雄山区公园定受到台湾高山仔等野生动物侵扰，保护动物协会甲高雄动保处为2021年底开始合作狗来户专案。协会经适合的流浪狗认养了后，三王山区由农户代养，佮定期提供饲料、药品等物资，解决农民的困扰，也减轻收容压力。目前已经成功为合适的公园送养约80只流浪狗，未来可能会更多到60只左右。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消耗得很快，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帮助。那我们来讲，也希望这是每一只的狗狗，我们都不放弃它的生命，然后也让他们得到了它应有的福利。小只狗仔、大只狗仔伫收容区内底等待寄养，人仔顶也有介绍卡甲 QR code， 帮助民众了解流浪狗。2021年本土疫情爆发了后，民众唔敢出门，之前寄养活动比例延期，造成收容中心压力增加。为了替这狗仔找出路，动保处也佮推出专车送狗户的领养服务。主动来媒合这个犬猫，然后亲自送到这个民众家里面去做饲养14天的饲养期。那民众如果觉得 OK，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现场办理这个认养。为了提高认养率，动保处也举办运动会、音乐节等活动，吸引民众接触流浪狗仔、猫仔，宣导认养无弃养的观念，希望民众身体这块像家人同款陪伴伫身边的动物啦。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有锋面通过，全台湾各地拢会落雨，尤其是北部，佮有东北部雨会较大，温度嘛较低。北部的温度大约是16度到20度。明仔载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地区佮有马祖嘛会落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中南部早暗温度会差较大。这礼拜天气的变化是真大，所以嘛提醒朋友哦，都爱特别注意。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